今集嘅題目係因果法則係咪存在？從心出發嘅正向思考。喺佛教嘅世界觀中，因果係一個核心概念。簡單而言，凡事皆有因有果，種乜嘢因就得乜嘢果。呢個唔只係宗教信仰，更加係一種宇宙運行嘅規律，一種人生嘅智慧。但喺現代社會，面對種種唔公平與苦難，有人會問：我明明行善，點解仍然遭遇困境？因果真係存在嗎？呢個係一個值得深思嘅問題。因果唔係即時回報，而係深層流動。好多人誤解因果，以為做好事就會立刻有好報，做壞事就會馬上遭報應。但佛教講嘅因果係一種緣起性空嘅流動。因與果之間，往往隔住時間、條件同環境嘅成熟。例如，一粒種子埋喺土裏邊，唔會馬上發芽，佢需要陽光、水分、土壤嘅滋養，先至能夠生長成果實。同樣地，一個善念、一個惡行，亦需要時間與條件，先至會顯現其果報。正如古語所講：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。呢一句話提醒我哋，果報並非立即顯現，但終將如影隨形。因果唔只係外在，更係內在嘅轉化。更深層嘅因果，其實係心嘅變化。當你選擇原諒、選擇善念，你嘅心會變得柔軟、寧靜。呢個就係善果嘅開始。相反，當你心懷怨恨，執着不放，痛苦便喺心中滋長，呢個就係惡果嘅現形。佛陀話：心為一切法之源，真正嘅因果唔只係外在嘅事件，更係內在嘅心境。你種下乜嘢樣嘅心念，就會活喺乜嘢樣嘅世界。正能量嘅因果觀，種善因，不問果。真正嘅修行者唔係為咗回報而行善，而係因為善本身就係光明。當你幫助人哋，講一句鼓勵嘅話，放低一個執着，你已經喺度創造一個更美好嘅世界。即使果報未現，你嘅生命已經因善而提升。呢一種不問果嘅善行，係最純粹嘅正能量。佢唔依賴外在結果，而係內在嘅喜悅與安穩。因果存在嗎？答案藏喺你每日嘅選擇裏面。我哋無法用科學儀器測量因果，但係我哋可以用生命去體驗佢。每一次選擇善，每一次放下惡，每一次原諒、感恩、慈悲，都係喺度種下光明嘅因。呢啲因或許唔會馬上開花，但佢哋會喺你人生嘅某個時刻悄悄綻放。所以，與其懷疑因果，不如相信善嘅力量。因果唔係懲罰，而係提醒；唔係迷信，而係智慧。總結：因果法則係咪存在，唔在於理論，而在於你係咪願意種下善因。當你選擇善，你已經喺度創造一個更光明嘅未來。願我哋都能喺每一個當下種下慈悲與智慧嘅種子，讓生命開出最美嘅果實。多謝收睇。